刻進入男子400米決賽第3組。又喺呢條片安入啊！成績公佈，以下係男子 U23擲鐵餅成績，第3名曾祥宇 WAC 成績37.99米，第2名黃君如 WAC 成績38.74米，第1名郭子儀 WAC 成績39.09米。恭喜晒以上得獎運動員，請以上運動員宣佈後30分鐘到頒獎處領獎。頒獎處位於3號、4號合台通道後方位。